万人学乐耶稣尊名。第三铺表遐，咱唱顶啊，学咯，你学一直学落去哦。咱唱第一届搁一届吼。527首，这首咱较是咱唱一届就好吼。咱拢诚做一家人。真欢喜，咱今日要同齐来唱歌学了上帝。咱请起你，甲你边仔的朋友、兄弟姊妹讲，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同齐来学了上帝，敬拜上帝。咱就笑。
敬拜咱的主，互主的吼得到欢喜。咱嘛感谢主，互咱行稳定的路。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正路，坎坷也被落，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力量，你听我顶选我，因无变我的应允，只是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行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行的手，我行一条你心路。你是我的主，引带我行正路，坎坷也被落，拢是你的保护。万人的力量，你听我顶选我，因无变我的应允，只是人你的祝福。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行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不同的路，你行的手，让我行一条你心路。一步搁一步，拢是稳定的路，你行的手，有着我的脚步。一步搁一步，拢是不同的路，你行的手，让我行一条你心路。你听的手。你听的手，看我行一条你心路。大家请坐。这时，我要邀请你闭掉你的目睭，安静伫主的面前。咱来感谢上帝，伊一步搁一步，互咱咧行这稳定的路，伊伫万人中拣选你，拣选我，互咱的一生伫主的祝福内面。主要对咱讲，你永远是我的囡仔，你永远是我的囡仔。这时咱有缘安静伫主的面前，咱请敬拜团先来带咱唱这首诗歌《天父的孩子》。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主啊，你的灵充满伫阮的内面，你互阮的心内有渴望，有知识，有敬拜。如宣告你，主啊，我们多谢你。我在你心。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命越来降临，如是高
我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生命越来真理，如新的平安落在我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生命越来真理，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生命越来真理，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求是灵，恳求生命越来真理，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万人中，阮有份被你来竞选，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感谢你信心直直印出阮的脚步。主啊，当我毋知要安怎祈祷的时，信心用讲袂出的吐气来带阮祈祷。主，你有对阮讲，你被竞选就是阮永远的囝儿，这是永远袂改变的。主要永远听咱。主啊，阮感谢你，阮感谢你，我嘛要回应上帝你的听。我嘛要讲，主啊，阮永远是你的囝儿。阮恳求你信心，即时就充满伫这圣殿，帮助阮。今日伫咧主你的时，搁一届经历主你的同在。主啊，将你的平安放伫阮的内面。主啊，伫咧这要过年的时，阮少年你的恩典，你引出阮的脚步，阮有平安，有喜乐，阮的心志永远要跟对你。主，阮感谢你，阮愿意将你的听分享伫阮身躯边的人。主啊，帮助阮，祝福阮身躯边的人，祝福阮至亲的人。既然要听到主你的名的，拢要得到救。主啊，你嘛有应允，一人信主，全家要得救。伫阮中间，虽然厝内底的人还未来到主你的面前，同齐敬拜你，总是主，阮相信，你的确明白你的事，你会带领你的囝儿，一囝儿，搁一届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阮因为疫情，一兄弟姊妹无来到你的中间，我嘛仰望你信心来引带因，互因知，只有来到主你的面前，会当享受主你的听甲平安。主，阮感谢你，阮安尼敬拜、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要时时学老耶和华，学老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老耶和华做大，三角尊伊的名做悬。留兄这平安。咱先开圣诗301首，请起立。万人学老耶所尊名。咱同心来祈祷，听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一年的疫情中间，你保守阮罗州教会会友一切拢平安。今日是马介普斯设立罗州教会150周年，阮爱有学习马介普斯的传福音的精神，无论拄着偌济困难，拢无论的，愿上帝圣灵引带甲带领，互阮罗州教会，无论牧师、长职甲会友，大家拢有合一的心，共同为教会传福音的事工来拍拼，互阮罗州教会愈来愈兴旺，也保守年长的身体健康。下礼拜是过年，请你也眷顾阮，出入一切拢平安顺遂。我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咱掀开圣诗的后壁面第启文第9，我来启恁来念。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于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啥物款人会着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即款人祈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这声，鹰夜君王要入来。即位鹰夜的君王是啥物人？这声，伊是必然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这声，鹰夜君王要入来。即位鹰夜君王是啥物人？这声，伊是鹰夜君王。即摆来请信歌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主，阮就近你》。感谢信歌队用上水的诗歌来献予上帝俄罗斯。咱即摆掀开圣经加勒太书第4章第60到11节，新约后壁新约215页，我来念。为着恁是做囝，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后就讲阿爸。爸啊，亲像安尼，恁毋是幼原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后事。总是当时恁毋捌上帝做遐个生前
毋是上帝的奴仆。若是胆已经捌上帝，较好着讲互上帝所捌。怎样倒转，搁遐个软正空空的小盒，就是恁所爱，搁重载做因的奴仆的啊！恁伫守日月节年，我替恁真惊，惊了我所为着恁着活的空空。以上。新的改名，写起哩。恁着一心一性一意，领主你的上帝，这个改是大的，也是后一个。第二个也相像，是讲你着领主你真实家己。这个改是全我甲先知的总分后，我的新的改名。就是恁落三条，亲像我捌听恁来打三条，恁若三条，即若无会使，你是我的后生。请坐。讲道，咱即马请咱牧师陈国成牧师来讲道。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女们。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特别过年，大家有快乐无？有，感谢主诶！咱政府要发6000塞车钱，嘿，感谢主吼！这个年代真好过，愿上帝帮助咱伫过年后，咱可能收到政府予咱的一个大红包。咱新北市的春联叫做“兔吉利来”，吼，兔吉利来。迄个媒体就甲伊操作，吼，媒体就甲伊翻译，吼，媒体真正足好。即马，啥物上厉害？叫做媒体，吼。有一种媒体叫做自媒体，你家己就是媒体。你甲翕一张影片，你甲传去网络，点阅率10万、20万、100万，安尼你就真牛啊！若搁1000万，搁较好。听讲这个频道拢透过安尼，吼来经营，嘛有人透过安尼。叫做伊的事业，成为他的事业。所以现在咱大学有即个媒体系吼，媒体系吼。这个媒体真厉害，咱家己就会当变做一个媒体，拜网络，拜规个科技的进步吼。所以兔吉利来，要安怎翻译？你拢毋知影？兔钱入来，兔塞车钱。所以讲咱过年了后，咱拢有一个红包吼，上帝帮助咱教会今年设到150年，透早就人伫咱的门口，咱已经有公告，咱所收集有8件，吼，咱 logo，是透过咱是对内，咱无对外，咱是对内征稿，对内邀稿。有8件的作品，今日15，后礼拜过年22，初一，了29号，3个礼拜，咱会当来欣赏，内底伊有作者，伊的理念，咱透过安尼来，伫2月5号，2月5号，咱圣餐合同了后，咱会经过每一个兄姊妹票选，来。选出代表咱150年的logo，愿上帝帮助咱是阮，互咱每一位兄姊妹嘛透过安尼，成做上帝互咱一个稳定的记号。保罗伊过去真热心追求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啥物？摩西的律法叫做10条诫，简单来讲10条诫。伊嘛会当甲放大叫做613条的戒律吼。的戒律，这拢会当称做是摩西的律法，但是伊上界基本就是上帝颁发即10条的诫，10条的诫命。这是保罗，伊过去真努力，伊精心追求摩西的律法。
保罗是第二届旅行的时阵，伊来到加拉太加勒泰即个所在，加勒泰差不多伫即马的土耳其土耳其的中部迄个所在即个加勒泰伊是一个真大的省伊毋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尔定，所以加勒泰是指加勒泰遐的信徒，遐所有教会只要是信耶稣的人，拢当食做加勒泰的兄弟姊妹。伊毋是像可能哥林多只不过可能是迄个所在是一个城市，但是加勒泰是一个真大的所在。保罗第二次旅行来到迄个所在，伊面对着犹太主义。遐犹太主义就是遐信犹太人的基督徒，因强调犹太的律法，因强调摩西的律法，强调10条诫，以及强调拄仔讲的613条的律法。因着用3个方面来质疑保罗的身份。第一，质疑保罗你到底是毋是使徒？耶稣的学生11个因为扣掉犹太，剩11个这是耶稣的使徒。后来有念口来补一个，补犹太的位，迄个叫做马提亚马提亚。马提亚补起来12个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犹太人有12支派，还佫有12个囝，犹太人有12个支派，12嘛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对安尼来看，摩西到底是保罗到底是毋是耶稣的学生？伊到底是毋是使徒？所以这犹太基督徒，这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来质问保罗的身份，而且伊佫认为外邦人着爱受割礼割礼，才会当得救。你若无受割礼，袂当得救。伊佫反对保罗，敢若讲恩典，无讲律法。因强调基督徒伫恩典以外，嘛爱守犹太的礼仪，甲遮的规范，甲遮的条例。所以对外邦人来讲，因的文化、因生存的环境，无法度融入犹太人，安尼要安怎？如果咱若守犹太的律例，安尼咱礼拜六拢爱来教会，叫做守安息日，是毋是？恁礼拜六有来教会无？只有圣歌队，较早佫有青年，青年聚会，甲来礼拜日了后，就剩圣歌队，来插花的兄弟，摒扫的兄弟姊妹，安尼若定，安息日咧，伊还来教会呢。所以对安尼来看，毋对保罗就伫遮咧甲犹太主义遮犹太主义者，因开始伫遮有真大的争辩保罗就写遮个书信来勉励加勒泰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加勒泰毋是一间教会，是迄个地区的教会。若放大来看着亲像一个台北中会甲七星中会，遮尔大的兄弟姊妹，甲因讲，咱着爱回归倒来到伫真理，回归到真理。所以遮个书信了后，就变做加勒泰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犹太主义所强调爱守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才会当得到救。保罗讲，这毋是唯一的道路。摩西的律法毋是得救唯一的道路。那亲像你要去高雄，你无一定爱行高速公路，你会当行其他的道路，嘛会当到高雄。如果你开车的话啦。所以讲真侪路会当找到迄个得救，总是毋是讲唯一只有摩西律法，应该是爱去甲耶稣基督的救恩，甲伊加入来，安尼才对。保罗是一位犹太人，伊过去真热心摩西律法，但是已经经过洗礼，已经经过洗礼，是经过洗礼的犹太人。所以保罗嘛是一个犹太人，伊过去努力去追求摩西的律法，总是伊甲伊讲，救恩毋是敢只有律法，救恩爱借着耶稣的性命来改变。亲像约翰福音所讲，迄耶稣行伫迦纳的婚礼，第一个神日，水倒入来，
竟然会当即便变做酒。咱看到这水酒是清清的，对吧？水是清清的，无色无味，吼，但倒出来竟然当变做亲像即个葡萄红酒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即便，吼，本底是无味的水，变做一甘甜，吼，有滋味的酒。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这是真大的改变，真大的即变。亲像保罗伊本身，互耶稣基督讲照着伊的性命，产生真大的改变。所以咱若是捌上帝，还阁无够野，咱爱互上帝捌咱是上帝的囝儿，安尼才是真大真大救恩伫咱的性命的内面。你捌上帝？这是基本，总是若是上帝捌你，所以咱常常反省上帝捌咱无。所以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有伊大的快乐，因为主的快乐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第一，咱诚做上帝囝儿女，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们。第一个，我们要领受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咱领受着耶稣所赐予咱的圣性。耶稣伫世间有40日，过活了有40日，吼，叫做到第40日，耶稣上天，吼，叫做耶稣升天，也叫做四旬节，吼，四旬了升天了过10天，赐了圣神，吼，叫做五旬节，吼，五旬节。所以保罗认为，伫耶稣基督内面完成即个救恩，就是耶稣将圣神赏赐予世间人。所以咱要借着耶稣基督来领受即个救恩，领受即个圣神。所以救恩既然对基督甲圣神来，安尼律法就毋是唯一得救的路径，包括耶稣的圣神，安尼才对。所以讲耶稣将圣神赐予使徒，或者是耶稣遮的学生彼得起来讲。才会对旧约来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已经进入即个新约内面。所以保罗是咧讲，伫耶稣基督的光内面，当初是借着伊的即个光，伊回头去检视吼，就是反省家己过去所追求的即个律法，甲伊的传统，敢是真正会当得到即个救恩。所以甲即个犹太遮犹太主义吼，即犹太基督徒吼，大部分拢是犹太人啊吼。所以因伫遐咧征战的时阵，保罗伊回头，伊过去伊家己的身份，伊热心去追求即个摩西律法。所以伊讲，毋是敢靠这，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转变甲改变。亲像伊过去是掠基督徒的人，伊完全改变。顺服耶稣，顺服到伊死顺道。所以今日主题经文对加拉太书第4章第6节，甲咱讲为着恁是做囝，上帝赐伊的囝的神来入咱的心。后记讲阿爸爸啊，因为安那耶稣赐了这个圣神入咱的心，所以咱竟然是上帝囝，耶稣的圣神。伫咱的内面，安尼才对。所以透过圣囝耶稣基督，咱诚做上帝的囝，因为定心甲上帝搁好，定心甲上帝搁好，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咱要做兄弟姊妹，咱常常祈求圣神内住伫咱的内心，互咱诚做上帝国的后裔，上帝国的后嗣。安尼，这才是真正咱做一个基督徒上界努力要紧的方向。咱诚做上帝囝儿，这是一个事实，吼，这是一个事实。应该爱讲是一个经历，爱亲像保罗共款是一个经历。吼，因为圣神内住，互咱享受咱甲爸上帝这种亲密的关系。因为若无即个耶稣伫咱的内面。即个圣神伫咱的内面，安尼咱
叫爸上帝，佮欠过一个圣囝耶稣基督。所以咱诚做上帝囝儿，咱会当呼叫阿爸爸啊，这是甚物造成？是主的圣神内住伫咱的内面，互咱会当诚做上帝国的后裔。韩剧有一部片叫做《太阳的后裔》，这出电影乃叫做《太阳的后裔》，这个韩国人演的，这个导演叫做李英福。有人甲伊访问的时候，伊为虾米号即个名，甲内底剧情到底有啥物关系？伊就回答讲，这个日头这个太阳互人温度，互人温暖，互人光明。伊就透过咧写剧的时，这个男主角甲女主角一个是军人，男主角是一个军人，佫是特特种部队的一个是医生，拄好即两个人的故事蹦出无共款无共款种生命来带互观众佫较大正向的气力甲能力，因为即两个拢是上界有使命的工作。你毋知影医生有当时半暝嘛爱互call in的半暝有手术也是甚物货。我捌听过讲有医生休困，但是拄着患者的时，这通常拢是外科啦急救紧急的时真迟把他找回。爱动刀动即个手术，即个军人呢，剧中即个军人安怎？国家甲伊征调的时，伊就爱紧急转去部队，因为伊是特种部队，爱出特种的任务。伫剧中的人，互咱讲，这太阳的后裔就是有种正面的气力，甲能量。咱搁来想看觅啊，咱是上帝国的后裔。咱诚做上帝国的子民，咱是毋是佫爱有即个热情、阳光来互主欢喜？教太书第4章第7节，伊就甲咱讲啥物？讲若亲像安尼，你毋是犹原还佫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你做囝，就是对上帝安那来诚做孝事。咱做伙来读来，亲像安尼，你毋是犹原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孝事。所以讲咱对即个上帝来做即个孝事，诚做上帝国的百姓，诚做上帝国的百姓甲子民，也诚做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各位兄弟姊妹，咱倒来想看，咱信仰到底是啥物货？咱来教会，毋是咧追求信仰，也无咱追求啥物，是毋是？咱是毋是咧追求信仰？但是即个信仰毋是互咱咱做一场礼拜，互咱知识增加，互咱来修养提高，互咱来听即个道理，来做坐礼拜来做礼拜，来做礼拜了后行出去。毋是是咱信耶稣了，你的生命是有产生迄个质的变化。上好是有迄个真人的变化。有牧师。我的变化真大，因为我较早礼拜日拢去踅街，拢去踅百货公司，但是即摆我来做礼拜，当然这是一种的变化。但是敢若无进入着你的生命的变化一样。你若要真正的变化，就爱亲像保罗，伊甲世间看做啥物货？粪土，甲世间看做粪扫一样。伊是一位热心的犹太分子但是伊。因为耶稣完全会幸福，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愿主帮助咱，互咱的信仰是爱有真正质的变化。第二，咱有突破力，人拄着挫折、失败、伤心、忧伤、艰苦，拢会拄着。毋是讲咱信耶稣就拢袂拄着，毋是讲咱信主一生拢袂拄着遮个事。一定会拄着。有人讲信耶稣了，一切拢会变真顺利。是，总是你拄着艰苦的事，信仰怎样来帮助你，互你突破遮个艰苦？
所以你毋是搁互遮捆绑，吼来辖制。拄好讲着讲，咱毋是搁做奴仆。迄个奴仆当然，保罗是用亲像奴隶即种的身份互捆绑。总是圣神伫咱的心上，圣神嘛真做咱的遮靠，嘛真做咱真好的帮助。有时圣神亲像灵力开了伫咱的心上，咱心上互电着一样。所以咱领受圣神，随时有圣神的感动甲帮助。保罗就指出，遮加勒泰的兄弟姊妹，遮信徒，因着互遮律法甲伊捆绑掉的，那亲像即个奴仆一样，手迄样扣即个手铐，骹扣即个骹铐，手被手铐给铐住，脚被脚镣给链住，这样子。那亲像古代，古早时代奴隶无自由，但是伊的行动是互甲伊即个主人，伊的行动是即个主人甲伊限制掉的。所以现在咱虽然无即种奴隶即种的制度，虽然可能无法度真完全了解奴隶的生活甲伊的生命，但是迄时阵的人，因就知影讲，迄奴隶制度有奴隶制度的社会，种奴隶的生活。所以保罗用安尼来形容加勒泰的信徒，那亲像互即个律法主义甲伊绑掉的。如果咱若用律法甲圣神两种角度来看，今仔基督徒应该爱搁用圣神来超越即个律法，超越即个律法。有时咱会真做律法主义的人，咱毋知影。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爱彼此互相勉励。第一，咱是毋是有本位主义？即个本位主义就是讲，我定听着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定听即句话，总是我不以为意。我感觉讲，对，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无毋对，但是你敢知影讲，除了长老教会以外，还佫有真圣会啊，还佫有信义会啊，还佫有真侪教会啊，是毋是？算下面即首歌叫做《天国的子民》，第4集的专辑就在这里。伊第一句就讲我们是什么子民？天国的子民。伊毋是讲我们是长老教会的子民。即条歌咱有传过敬拜娱乐呢？有印象无？有啊，有人有印象啦所以讲，咱是光明的囝，互人闻着耶稣的香味，咱爱知影讲，咱伫主内面爱合一，爱活出爱的生命，互世界人知影讲，咱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毋是嘛？因为咱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咱毋通定定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当然咱爱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咱以安尼诚做额头，看着耶稣，咱会感觉讲，咱是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当然，咱嘛以安尼来诚做荣耀，但是毋是诚做一个本位啊，不能够成为一个本位。咱会将耶稣基督的教导，甲伊传出去，甲伊延伸出去，毋是对咱的教派，毋是对咱的教派。我之前看过一份报道讲，咱即摆台湾的教会，倒一个教派成长率上悬的？你敢知影？No， No， 聚会所，调会，调会，当然调会，调会就是安那，迄个像使徒性的教会，因无像牧师徛讲台，因是逐个人拢爱分享呢，每个人都要分享呢，你都没有读圣经，你怎么分享？一聚会就知道了，圣经都没读，就没得分享，你讲不出来。每个人都要分享每个人在对这个加拉太书4章来7到11节6到11节来，当有啥物感受甲领受，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使用互咱知讲，咱学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的教导，
毋是毋是咱的本位啊，吼。左把它切掉了，吼。所以讲兄姊妹，第二，咱是毋是有先入为主的即种的概念？你看到迄个狗到底是鹿啊是狗，因为着伫遐烧煎，我看到是狗啦，无啦是鹿啦，只不过是角度徛毋着，徛毋着所在那尔。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捌上帝较重要，咱捌上帝比捌教会较重要。伊若有读过教会历史即本册，伊就会了解为虾米教会演变，教会演变到底是啥物？为着神学，吼，为着教义的坚持，着起源家，吼。所以为虾米洗礼爱用浸的，爱用滴的，吼，着产生无共款的教会出来。咱是讲咱滴礼就好啊，吼。如果若照安尼演变，用滴礼，吼，用滴水的，其实较符合咱今仔日的社会啦。无咱去要找一个水池，要搁找一个迄个嘛真麻烦的，吼。有诶教会搁强调爱亲像约旦河安尼有水咧流的，哇！要迄地找淡水河，恁敢敢洗？我迄水恁敢敢洗？吼！我逐摆去河滨公园看，我看迄水，我嘛看了我会惊惊，吼，安落呢，吼。所以到底这教会历史来看，因为真侪的坚持，产生无共款的教派出来。咱中央教会嘛是啊，吼。较早敢若一个高雄中会尔，后来却变成两个中会，一条路道，即个中会，迄个是迄间是别个中会，伫遮吼台北阁无看到吼。所以教会的历史，互咱看即演变，毋免强调讲吼咱的教派吼，咱强调咱的教会，但是咱以咱的教派嘛，诚做一个阳光。第二，你是毋是先入为主啊？吼，我们要为主啦，不要成为那个主，不要先入为主，要先来为主。吼，我知有个教会还阁无接纳新圣诗，吼，我就是要唱旧圣诗，我就是无爱唱新圣诗，吼。了有个教会，有敬拜俄勒，有个教会就无要接受，所以有个人为迄个坚持，有当时啊，就落入一个先入为主的先入为主的这个价值观。如果若是保罗若对遐个准摩西律法做大犹大基督徒，即犹太基督徒，伊若无不断的教导，今仔日就无加入太书，咱有可能爱用律法做中心，毋是用耶稣基督的保护。耶稣基督的救赎做中心，所以保罗伫当初时，伊确定初代教会即个根基，毋是靠着律法主义，毋是靠着这犹太律法，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因为过去就有这个初代教会，因为保罗出来讲这个代志，啊无到尾犹太主义律法遮的人，若是赢的，咱今仔日拢爱照摩西律法来做咱的救恩的基础。当然，咱毋是讲10条戒毋对，10条戒是有哪是咱的根基，有哪是咱的信仰的根基，吼。但是咱进入新约，最后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咱爱小心着咱的信仰是毋是有退步。亲像保罗先生所甲咱讲吼。咱做来读来吼，若是当已经认捌上帝，较好着讲，互上帝所捌，怎样倒转搁遐个软正空的小学，就是恁所爱搁做因的奴仆啊！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做学生的人拢真重视成绩，上好拢莫退步，上好拢维持，也是讲佫会当进步。上班的人嘛是讲业绩袂当退步，
上好有进步，吼，上好嘛至少维持。所以咱看到今仔日即个经节第9节讲，毋通阁倒转亲像迄个空空软正的小学，吼，像是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所以保罗先生强调初代教会教太信徒，因为捌上帝了后，伊知讲这是上帝拣选，吼，互因诚做即个教会，诚做兄弟姊妹，诚做信徒，这是上帝已经拯救因，毋通阁回头，那亲像毋捌上帝的人，安尼有可能因无得到迄个拯救的方法。即个回头，即个倒转就是回头。搁回头倒转去，即个软正那亲像无力，那亲像破病的人一样。即个无用空空，是安那？是那亲像送香的意思。所以保罗勉励遮个信徒，你已经捌上帝，已经较好着讲，互上帝所捌，互上帝所捌你，毋通搁倒转去诚侪。迄个小学无用，搁软正，搁空空，这是保罗所强调，所强调的事。保罗强调毋通搁倒转去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这边我另外，知影这边就是对新兵开始做。新兵叫做新兵战士，我会叫我新兵。新兵无名啦，敢搭一个号码尔。班长若讲35、36出公差，袂叫你的名，叫号码。叫做新兵战士新兵战士几号无名。怎逐个拢共款做伙任务，咱拢做伙受，拢互做伙训练。落部队了，讲落部队新兵了落部队，落部队安那？一翘是啥物货？一翘啥物货？二兵，一翘叫做二兵叫迄部队可能我有2翘的，叫做一兵，3翘的咧，上兵有一届迄二兵，几个用调去出公差，去礼部出公差，里长看到迄2翘的，1翘的来知影讲这菜鸟新兵，当来金门尔。小朋友，我二兵，你怎么叫我小朋友？迄种的感觉是安那，就亲像小学。你已经是新兵你已经毋是新兵你上无是二兵二兵甲新兵就差一坎结果里长看到你，甲伊叫小朋友，讲你菜鸟哪来，甲毋捌代志为虾米呢？因为二兵迄甲金门拢会足惊徛伫咧海边你嘛当做海边会当行30年20年外迄还袂排咧时阵，迄拢地雷呢。迄无小心迄老鸟若无甲你带即条路行，你行迄别条路，怎有地雷甲你搭着地雷。所以这老鸟应该知影路所以阵伊礼部小朋友，我讲叫小朋友，所以你的心就感觉讲我哪是小朋友？所以保罗讲，你毋通阁行迄个回头路，无你会真做迄个软正空空的小学，亲像阁做萝卜过萝卜的生活。因为咱信主，互咱得到自由；信主，互咱得到自由。愿主帮助咱，对真理，咱阁有较深的认识。咱对真理爱真深的认识，咱毋通阁回头倒转去。信仰是爱进步，无你会真做软正无用的小学。愿主帮助咱，互咱对真理爱有真深的认识，互咱知影讲，咱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做荣耀，但是你毋通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变成一个围墙，变成一个本位主义。咱其实各教会、教派之间嘛爱互相有即个连结，互相有即个交流。知影讲虽然神学过去，因为无共款，所产生的无共款的坚持，总是咱知影讲，到最后啦，咱的性命无去，转去到上帝遐，无咧分这啦，
无咧分这你哦，长老教会来这边吼 VIP， 啊你毋是长老教会变成啥物货？袂啦，去到上帝国，逐个拢安尼，拢共款。拄啊，咱唱这这也好，这也好是对歌，印度嘿，你若法度唱印度的歌，代表安那，咱着爱接待印度人啊，敢毋是？吼，咱毋通嫌印度人用手食饭啊，是毋是？吼，你去到印度，你着爱学习伊做伙用手食饭啊，是毋是？甚至你伫厝你嘛用手食饭，食看卖啊，是毋是？你甲讲啊，这用手食饭哦，对毋对？啊，所以过去有一个社会新闻，吼，啊，穆迪去到中国访问，吼，去到中国访问，啊，中国讲，咱用牛肉面请伊，爱牛肉面才行，敢有可能用手？无嘛，伊一定要用筷子嘛，吼，用筷子。所以这意思来讲啊，我嫌你用手食饭无卫生，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吼，愿上帝施恩，互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当啊用阮的教会啊，成做一个阳光，成做一个荣耀。嘛，互阮知，阮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啊。过去阮有150多年的历史，啊，用安尼成做阮一个阳光。拢是阮爱行头前的路，求上帝帮助阮。阮无亲像律法主义家己捆绑掉。像是我毋通用啊150年的历史来高举阮的教会，也是高举阮的教派。我知，阮爱搁较谦卑伫即个所在来见证耶稣基督，互阮用上帝国的子民来做努力的方向甲目标。阮爱用即个天国的子民来结连。加做阮即个信仰的准进，阮的信仰是爱不断的提升，阮的信仰是不断的内住，用圣神伫阮的内面。阮的信仰爱不断的定根即块土地，阮的信仰是爱甲耶稣基督、甲真理的教导做伙连结，安尼生命才会当发出着基督徒的芳味。愿上帝帮助阮，使阮互阮的教会，互阮成做上帝的囝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先开马面诗吼，咱吟诗马面诗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请起立，咱吟全首。
请师的同工师。咱献开手中的周报吼，加勒太书第4章第7节吼，咱来台语念2遍吼，来，天你毋是为我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事。亲像安尼，你毋是有我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伊的事。加太书第4章第7节，咱献开手中的周报，咱来，首先先介绍新朋友吼，陈英惠老师吼，大家欢迎吼，欢迎你常常来阮教会吼。即摆现起手中的周报，我来报告吼。迄个咱小的公告，设到150周年纪念 logo 设计吼，经过小组讨论议决，伫1月15、1月22、1月29公布于教会公布栏。2月初5主日圣礼典合堂的后，伫教会由全体会友票选。来，本会消息，1月22上午9点举行新春青社礼拜，邀请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礼拜，向上帝献上感恩，并且领受上帝的祝福。请大家以感恩的心，孝念上帝恩典过去一年疫情的点点滴滴，感谢上帝时刻刻带领保守。过来第2项，2月5日。举行本会今年度第1个圣礼典，大家请以恭敬的心来付诸献谢，领受主的救恩甲活命。第3， 2月19联合礼拜，主日礼拜召开2023年定期会员好会，到时敬请大家踊跃出席。第4，关怀陪伴演习会，悲伤辅导的自我照顾，2月初2、初9、16、23、3月初2、初9、6月拜四下晡1点半到3点半，讲师王荣义牧师费用1600块，地点女子神学院，台北市甘州路38号大道埕教会隔壁。请大家
要去的，请接受林怡坚牧师。第五，还未到好会资料的当工，今仔请爱交行，互小会通啊审查2023年事工预算甲会员好会手册来做。第六，教会清送会友新春的春联，礼拜后伫个1楼招待岛所处送往遗址，会当清送亲戚朋友，敬请各位各兄弟姊妹新春快乐，发杯满意。第七，新年度的开始，欢迎兄弟姊妹申请在日奉献。奉献地，请大家遵守主的诫命，奉献门主接纳仕途。第八了，每礼拜三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1月份祈祷会的信息分组代祷，经文是以赛亚书。会议报告，甲大家过目来看。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今仔日大久礼拜结束后，伫教会1楼举行1月的日会，会员请踊跃出席。第二，寒假儿童音乐营为培养学童对音乐的喜好，并启发前人2月初6、2月初7，拜1到拜2下晡2点半到4点半，教会将举办寒假儿少音乐营，欢迎出入学国小生、甲少年团契、国中生踊跃参加报名参加，费用200块。报名请主日学老师甲少年团契辅导。基地相通，为了外出做兵的求学工作青年祈祷，为了身体无爽快外伤手术、患入面癌症带头，为了心灵受创伤的甲心灵忧郁的带祷，搁一寡最侪人辛苦。心灵悲伤的、心灵艰苦的来代祷，搁来为着泸州教会设立150年祈祷，为着教会义勇使命维新宣教福音，祈求上主。为了教会设教150周年，教会乐国的票选来祈祷，求上帝赐。互咱泸州教会呼调、荣耀、恩典、维新、宣教记号。以上，咱来唱上名的诗歌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注意。接下来请牧师来接导。受上帝所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透，圣神甲咱整大家三个地地对，只是到永远无煞。阿门。